各位兄姐平安，礼拜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记得将手机关成静音或是飞行模式，谢谢大家配合。弟兄姐妹们，欢迎回到我们的永光的家。这是一个非常美好聚集的时间，阿们吗？阿们。这几天是连假，所以呢，台北呢人就变得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天，我们回到神的圣殿，在这里我们要赞美他，因为我们是他的百姓，阿们。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跟旁边的人，你来跟他说：“欢迎你回家，欢迎你回家呀！”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也有受洗的典礼，所以呢，我们存着一个赞美、一个火热的心，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牧师邀请弟兄姐妹起立，从座位上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神他说，我们呢要在日落之处敬畏神的名，要在日出之地要敬畏他的荣耀。我们的神是不是荣耀的神？阿们。我们的神是不是大能的神？阿们。那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就是有能力也是荣耀的百姓。阿们。阿们。所以我们都有皇族的身份，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他是君王，所以我们信他的都成为君尊的皇族。阿们。阿们。所以你跟旁边的人，你跟他说，你有皇族的血液，你有皇族的血液。哈利路亚！我们有最好的 DNA， 因为耶稣是王，我们既然信了他，我们就拥有他的 DNA 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要大声的来敬拜他，赞美他，尊他为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刻，牧师邀请我们要来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心可以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心可以全然的仰望他，并且在敬拜的时候，神他就带来了医治，带来他的安慰，带来他的能力，他要对你说话。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的交谊厅门关起来，我们一起来邀请圣灵，一起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圣灵，你说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在我们的里面有神你满足的恩典。主，你说你今天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主，你说你要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面叫我们恢复。主，你对我们说，你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铺平道路。主，你对我们说，我们跟我们的亲子关系要恢复。你说你要在我们的家庭里边要来掌权做王。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祷文再一次学习耶稣祷告的榜样。来，我们一起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有从国外来的朋友们，还有我们南部来的牧者们，你们
举举手，挥挥手一下，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他们。哇！他们要跟我们一起用敬拜热情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我们要用3声的哈利路亚来欢迎我们的主，来一起来，3、2、1，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今天就要来宣告，上帝是得胜的神，阿们吗？阿们。流奶与蜜之地，星星跟随与主国主带领，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
声归给神，哈利路亚！是的，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宣告，阿们吗？阿们！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这是我得胜的赞美，这是我得胜的赞美，阿们，阿们。神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一起大声来赞美他。充满信心，大声来宣告。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一起来拍手赞美神。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让我们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神就是我们的力量，阿们。
神就是我们的福分，阿们吗？阿门。而且这个祝福是到永远的，阿们。阿门。感谢神，当我们大声开口赞美他，他的医治就必降临，阿门。他的荣耀就必降临，阿们吗？诸天都要诉说他的荣耀。我们身为神最爱的受造物，我们也要来诉说他的荣耀，来开口赞美他。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足，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里就灵，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敬赞，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里就灵，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敬赞，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大家来唱。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哈利路亚，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知道吗？它就带出一个效应出来，就像量子一样，而是彼此传递的。圣灵也传递在我们当中，这就是圣灵他的力量要运行。所以在你的里面，当你唱歌敬拜到这个时刻的时候，你的里面有没有火热起来？阿们。那个火热就带下了医治，带下了能力跟恩典。弟兄姐妹，不仅如此，神他说，凡属乎我的百姓的，属乎我百姓的，你必有祷告的能力跟权柄。阿们，阿们。因此神要把这个祷告的能力要分赐给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我们要特别来为缅甸的地震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台湾过去常常有地震，我们知道那个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之苦。我们看见在缅甸这一次已经超过3000人死亡。弟兄姐妹，虽然不是在我们的国家，但是同属都是神所创造的百姓。圣经说，我们不要单顾个人的事，也要顾他人的事，因为神要我们把他的爱分赐出去，把他的仁慈分出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去救援，然而我们的祷告就可以带下神在他们这个土地上的医治。阿们吗？我们要来为缅甸的灾难来祷告。我们现在来两个人来 RPG。那我们前面那个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到前面来帮助我们的新人朋友，好吗？那个会预言是帮助的新人朋友。永伟长老。为缅甸来祷告，是神，你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你让缅甸，主啊，让缅甸他们在这一次的地震之后，主啊，他们的生离死别，主啊，求你来安慰，带下安慰。主啊，你的灵要使他们的军政府，主让他们真是有从神你来的爱，主啊，是的，把他们所得的资源分配到他们身上，主啊，也让他们在受伤。在罹难的家族当中，主你来带来安慰，主你带来安慰，是主你的百姓，主你要兴起，透过这样子，主他们不软弱，他们乃是要刚强起来。哈利路亚，主耶稣，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主的灵真是浇灌充满。说凡我们所求的，你都必回应；凡我们所求的，你听见，你必答应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我们高举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用神的话语来宣告，你说话说有日光就有光，就得生命。我们举手来齐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
名敬拜，全能的神。是的，我们的手乃是要尊崇你的名。哈利路亚。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去巨蛋，然后呢，我们去那个巨大的广场里面看到影星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们什么很热烈的掌声，对不对？那我们的耶稣有没有比他们更配得我们的掌声？哈利路亚！我们的掌声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你配得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来跟旁边的人来跟他说，请坐。来，很尊荣的跟旁边人说，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用诗歌，用我们所有可以表达的，包括我们的肢体语言，能够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你跟隔壁说，你的敬拜，上帝一定悦纳。来，这时候我们要来举行圣礼典。首先，我们要来先来举行成人的洗礼以及小儿的洗礼。所以这时候，牧师请这几位今天要受洗的曾国荣弟兄、朱延杰姐妹以及2位小儿的洗礼，曾宏宇、陈玉安请你们一起出来到前面来。可以先请那个玉兰，先请玉兰先抱着孙子好了 ，OK。我们前面先一起宣誓哈 ，OK。好，来，请到前面来。好。好，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圣礼典就是洗礼和圣餐，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设立的。他在升天以前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五旬节，彼得传福音时，对渴慕救恩的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所以今天我也要对你们说，你们必须要深信，你们若真实的悔改，告白你们的信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为你们的罪得赦的记号和印证，又表明你们是从圣灵得重生，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当然，今天
在我们当中有2位成人洗礼，还有2位的幼儿洗礼。我们相信，愿我们在这里借的这个圣礼点，都能够让你们成为上帝国度的子民和永光教会的家人。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请要受洗的人在这个最神圣的时刻，你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来回答我的问题，并且请你们跪下来，来表达你们的诚意。弟兄姐妹，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托住，我们一起说阿们，好不好 ？OK， 感谢主。你们相信上帝是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圣灵是你们的保惠师吗？我相信。阿们。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是吗？是。阿们。你们当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他，一生行他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愿意。阿们。这时候，我们要为他们来施洗。曾国荣，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朱延杰，我用水为你施洗，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好，这时候，好，请2位推到旁边。我们现在要来小儿洗礼。陈玉安，牧师要用水为你施洗，嘿，让你归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阿们。牧师用水为你施洗，让你归在圣父、圣子的名下。阿们。阿们。好棒。你叫什么名字？好远。哦，曾宏宇，这么帅，来，宏宇来，你跪在这里，跟爸爸一样。哇，呀，好棒！好，快。你现在要受洗，牧师要为你受洗。好，眼睛闭起来。好，眼睛闭起来要祷告，好，很棒。哎，好棒。好。曾宏宇，牧师用水为你施洗，你是很棒的孩子，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阿们。好，很棒，我们给他热烈掌声。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来，我们回到里面来。OK， 好。他的帅衣服哈。好，好来，好，爸爸先进来，爸爸。来好 ，OK， 好，来，过来，来前面。好，好，愿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魂和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弟兄姐妹，请起立。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愿意委身于基督的身体永光教会。我奉靠教会的头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永光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成为陪单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和新约的恩典。至于幼儿洗礼者，遵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些幼儿蒙接纳进入教会，成为为陪餐会员，有份于新约的宴席。而今日这些幼儿的亲人和会众亲自作证，并分担责任来培育他们的信仰，让他们能够坚持教会生活，直到接受坚信礼。阿们。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如此大的恩典，以这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他们，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坚固他们，以你的恩典赏赐给他们，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着主的充满，永远在你里面。当他们遭遇试探的时候，求你保守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打美好的战。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保守他们安稳在你的爱里，使我们能够一生一世来服侍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接纳，请我们的牧师以及长老我们来握手，表示欢迎跟接纳他们。欢迎，哈利路亚，上帝爱的，阿门。不容欢迎，感谢主。来，跟牧师握手。呀，哒哒哒哒哒。哈利路亚。好，两位请向后转。这时候我们来颁发受洗的洗礼的证书。曾国荣，国荣欢迎你。我们为国荣来掌声，欢迎他成为耶稣的儿子。我们也赠送他一本圣经，让他每一天都有神的话语。再来，我们要来致赠给我们的严杰，还有圣经。是的。好，我们要来致赠给我们的小朋友奖状，来，曾宏宇的奖状，哇，给他掌声。还有我们的陈玉安的奖状，来，玉安，奖状来，证书，来拿着，哇，好可爱哟。好，曾宏宇，你要站在这里哦，你不能乱跑。来，好，那现在呢，我们有小组的组长，他们要来致赠给他们鲜花，哇，来，我们的国荣呢，他是淑珍的儿子。蔡淑珍的儿子，还有呢孙子，今天呢父子两个人一起受洗啊，哈，哇，我们非常的欢迎他。还有我们的严杰是我们的慧眼小组她是我们的邱玉兰姐的女儿，然后呢孙女也一起受洗，所以呢母女呢一起属灵的生日哦。
哇，感谢主。好，我们再一次的欢迎他们。好，那我们结束之后再照相，结束之后再一起来照相。照完了哈，好，那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到前面，我们要来跟受洗的我们的兄姐来照相。好，好，那我们请回坐下来。国荣跟国语，跟宏宇，来，宏宇在哪里？宏宇是一个啊，我现在乱了。你是宏宇，好，来，我们要来照相。好 ，OK。好，神给我们的后代真是可爱哈。好 ，OK， 都有哈。对，一起来。啊，有哈，好，一起来。来 ，OK， 好，来，我们看前面来，我们看摄影师。嘿，你看那个摄影师，好，耶。OK， 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国荣还有妍姐以及这个宏宇跟玉安。成为神的儿女，好，请回座。感谢主。好，我们请回座。这时候我们要来举行圣餐，圣餐是与基督同桌，来领受他的救恩。透过他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以至于我们可以借着他的宝血跟他的身体，能够得赎进入他的国度里面。所以今天早上，好不好？让我们用一颗单纯的心、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愿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所以欢迎凡受洗成为成人洗礼受洗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从哪里来到这里，今天我们都是一家人，在主里面，我们与他同桌。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为我们预备这属灵的宴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都从心发出，并且灵引导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走你喜悦的道路。我们今天就回到你的跟前来，我们用诗歌敬拜歌颂你的名，也与你同桌来领受救恩的杯。谢谢你，这成为我们得救的记号，也成为我们重新得力的开始。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当耶稣被卖那一夜，按照保罗所说的，我从主所领受的也曾吩咐你们的，就是他被卖那一夜，他又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然后他也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新约，是奉我的名所设立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我。所以每逢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基督的死，直到他再来。所以愿我们透过圣餐彼此的连结，在他里面成为主所喜悦的弟兄姐妹，阿们。这时候我们要来为这饼跟这杯跟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为我们开启救恩之门，让我们原沦落在罪恶当中的我们看到生命的盼望，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启了救恩之门，让我们可以进来。而如今我们已经在这其中，我们享受你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所以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跟前，跟你说，主啊，主啊，在这个时刻之前，我若得罪神得罪人的，主，求你再次用宝血来洗净，用你的宝血来遮盖，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要饶恕我们，因为我们也学习你饶恕别人，并且
帮助我们在关系上更和好，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把自己再次交在你手中，愿你炼净我们，愿你洁净我们，也愿你的灵充充满满恩膏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谢谢你，我们也为这饼这杯求主你洁净，让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都同蒙恩典。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时候，我们请我们的长老来服侍。最后面。到最后面。如果你有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你可以来领受这饼跟杯，这是主为你所预备的。纪念你，亲爱耶稣，十架上你换回我生命，使我回到天父面前。我们可以自己祷告，在主的面前，再次承认你跟他的关系是可以更好的，再次承认你需要他的护庇，也再次承认你多爱他，你多渴慕他。等一下牧师会一步骤一步骤带我们来守圣餐。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你生命的已完全。我感恩，我敬拜，我医治的自由。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以此来纪念我。”谢谢你为我死在十架上，破碎你生命的已完全。我感恩，我敬拜，那医治的自由，都因你那救赎的恩典。有受洗的基督徒还没有拿到这饼跟杯吗？对，你以后长大就有了，感谢主。对，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我们先把透明的薄膜打开，里面我们可以拿到这饼，然后你拿起来给牧师知道，你已经有预备好了。感谢主，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接下来，我们把蓝色的薄膜小心的把它打开。这是基督的身体，他说这是新约，用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当以此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丰盛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来祷告。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用宝血遮盖我们，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能够更渴慕你的真理，活出真理，叫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归属你的。我们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家、我们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既把这一些交给我们，就是为了要荣耀你。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能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扶持我们，在我们的需要上能够帮补我们，好让我们活出更喜乐、更丰盛的生活来。主，谢谢你，让我们凭信心继续往前走，建立美好的家园，建立属你喜悦的教会。这个国家是属于你的，愿把这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台湾需要献给你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1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常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现在要请本堂周牧师来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天国伦理与福分。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这里领受圣餐，也让我们真的成为主所喜悦的家人。你跟隔壁说，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是家人来。阿们，好不好？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全属上帝，活出基督，披戴圣灵，充满荣耀与大能的教会。我们定义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使神的荣耀充满全地，是因为我们都归属他的人，活出了神所喜悦的一切，所以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做光做盐在这世上，感谢主。好，你出埃及了没？出埃及了没？可能听不太清楚哈，为什么叫做出埃及呢？有，如果你跟教会我们2年读经计划的话，你就会跟牧师一样，在礼拜2的时候就出埃及了因为我们把出埃及记第40章在礼拜2就读完了，对不对？这是牧师4月1号礼拜2的那个导读的手抄的经文哦那我们12月2号开始，我们就进入马太福音了。阿们。那你有没有跟上呢？加油加油！我知道许多人都有跟着我们读经的计划在走，这是很棒的。今天你这讲到的信息会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每一天陪伴着我们所以你对自己说，我现在是耶稣的门徒来。阿们。为什么我们已经
读到马太福音了哈。这是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最棒的一件事情。所以透过今天的经文，牧师定的这个题目叫天国伦理与福分，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哈。OK， 马太福音作者是税吏的马太，他原来的名字不叫马太，他是皈依基督以后才主给他一个名字叫马太。原来他叫做利未，我们说利未，对。原来他叫利未哈，那利未他是一个税吏呢。那在当时候犹太人当中，他们最讨厌的一群人叫做税吏。你说，你跟隔壁说，我讨厌税吏。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就把他们精挑细选的这一些人，让他们任税吏，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税吏哦，税吏官。他做什么事呢？比如说新北市，罗马政府就说在新北市，给你国荣，给你国荣哦，当税吏哦。那你一年要要跟这些百姓拿多少钱呢？要抽税多少？1亿好了，1亿哦。那他为了要达到1亿，他要想尽办法，对不对？不到1亿自己要赔钱的，多的呢？怎么样？你就知道。所以每一个人要进出城门口的，特别是生意人，他们最怕税吏利未在那里哦，因为怎么样？他会看你的东西来定你到底要抽多少成哦。哇，这是当时候，所以当时候呢，犹太人非常的痛恨当税吏的，他们称他们为犹监，或者称他们为罪人哦。你喜欢人家称你罪人吗？当然是不喜欢了。那你就可以了解，当时候当有一天利未在税关上坐的时候，来执行他的工作的时候，耶稣走过去就跟他说：“你跟从我来。”利未就起来呢，放下他的工作，就直接跟从了耶稣，成为耶稣的门徒哦。那你就会发现，应该他就很早以前就听过耶稣，也可能看过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听他讲过道，所以耶稣呼召他，他就跟上了。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卷4福音书中的一卷哦，因为当然在里面记录耶稣的话是最多的书卷哦。这马太福音记录了有1071节，但是当中644节是记载耶稣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整卷的马太福音3/5以上都是记录耶稣所说的。有没有超厉害？真的是超厉害哦！而且他引用的旧约有130次哦。那为什么马太很着重在这方面呢？因为他知道他要叙述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所以4福音书在神学家他们认定就是说，马太福音就是在表述耶稣就是君王，马可呢是在表达耶稣是奴仆，那路加呢是表达他是人子，然后呢约翰呢是表达他是神子哦。哇，所以这个让我们可以来了解，不同的福音书用不同的角度来记述的耶稣，那好不好？很棒哦！透过我们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我们的主，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新约福音书里面，可以让我们去经历到、去感受到，跟随耶稣的马太，他成为12使徒之一了。他记录起来的，让我们了解耶稣是永恒的君王。阿们。我们来宣告，来，耶稣是永恒的君王。阿们，阿们感谢主。那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全本圣经里面有写到天国的君王总共有33次。好，那很特别哦，在新约32次里面就
都是在马太福音记录的。意思就是说，在其他的共观福音没有写天国的君王这5个字，没有。如果你用去扫描，去 Google 你就会知道，去索引你就会知道，哇，这是非常特别。只有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次提到天国的君王。好，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现在已经读到第7章喽。那你就会去发现，第1章到第4章是在介绍这位天国的君王，就是基督，他的家谱、他的出身，以及他有一个基督的先锋，叫做谁呢？施洗约翰，对不对？哇，我们就可以从这里来了解这位天国的君王他是怎么降生在世上的，他整个过程是怎么样。马太福音写得非常清楚。那第5章，我们今天读的第5章开始，它是论到的是我们称它为登山宝训，我们也称它为八福，其实是在耶稣在述说，在布达天国的伦理跟福分，这是牧师定义的一个主题。那你看，今天我们从这里来了解的话，就会来明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呢。阿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天国的子民。阿们。来，我们宣告，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阿们。从这一章经文里面，牧师就提了2个，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看每一个国家团体都有它规范它的成员应该要有的权利跟义务，对不对？我们国家也有定，有没有？你应该有的权利跟义务是什么？以我们的国家来讲，我们国家就定义我们法律就定义我们享有平等权。什么叫平等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对不对？不管你坐多高的位置，错就是错，该惩罚就要惩罚。不管你多卑微，错就是错，也该是惩罚，是平等的。而且我们有自由权、受益权、参政权这一些并且我们有义务，就是要怎么样？要纳税，要服兵役，男生要服兵役要受国民的教育。受国民教育也是义务呢。所以你孩子出生说现在学校不晓得叫什么，不要送他去，不行，因为还是要接受我们怎么样这个普通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认识，这是必要的。当然，孩子在家里教更重要，不是吗？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如果用国家或者团体的这个观点来看耶稣所说的天国的伦理登山宝训，我相信有很多人听不下去，也不晓得怎么样遵守。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我们登山宝训天国的伦理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我们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来，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对，这是我们登山宝训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就相信社会伦理会改变，天国伦理永不变。阿们。对，社会伦理会变一直在变，一直在变。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天国的伦理是永不变的。如果说神应许我们在这世上在地如在天，并且他愿意把国降临在这地上，那就求神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当中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所以我们这一些生活的方式呢，是依着他的本质跟言行来决定天国的内涵跟价值。我们如果活在天国里面，天国的这些所谓的权利跟义务是怎么行使的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以耶稣基督的本质跟价值来定夺我们活在天国该有的这一切。这非常的重要，这个观念。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一些八福当中，虚心、哀动、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这一些都是基督的本质呢。所以因为这样子，他
这是他的本质。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也享有这些的本质，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特质哦。如果这一些放在社会上的话，你觉得一般的人会接受吗？可能很难哦，可能做不到哦。但是我们在天国里面，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心，这一切都是他的本质，我们理所当然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本质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所以美国神学家山姆威尔斯他就说，每一个八福中的每一个祝福前后半段，前半段是十字架的描述，后半段是复活的描述呢，很特别哦。牧师去思考一下，说：哎，对啊，十字架的描述其实就八福前面的是贫穷啊、饥饿啦、温柔啊、怜悯啊、受逼迫啦，对不对？这一些都是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呈现出来的。而他的复活所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就像八福的后半段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可以得安慰、得连续，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天国是我们的，我们有神的国度，这一切是不是？这是复活所带出来的能力跟祝福，对不对？哎，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哦。而且他说的一点很特别，说我们基督徒现在到底是活在十字架的过程里面，还是活在复活的过程里面？他说我们是活在两句的逗点当中了。好，他说我们是活在两句的逗点当中。这个逗点当中告诉我们什么？虽然你生活现在是痛苦的、悲哀的、软弱的、无助的，但是没关系，因为这已经要过去了，因为已经到逗点了。逗点以后是什么？是丰盛的，是得医治的，得连续的，是得产业的。阿们。哇，这是我们基督徒很棒的一个盼望，不是吗？对，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活在充满盼望的八福中。阿们。我们来宣告，来，我们活在充满盼望的八福中。是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哦。而接下来我们怎么样去领受这样从天国来的福分呢？这个福啊，它的希腊文叫做 Makario， 我们说 Makario 就是福了哈，这是希腊文的福哈。Makario 它其实不只谈到是福哦，也有说也是很幸运的，是很快乐的。但是这个福通常都是接到神恩惠特权的含义里面，就是神给你特权领受这个福的，是神给的，不是人给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谈八福的时候就知道，这不是靠外在的物质可以给我们短暂的享乐的，不是给我们短暂的快乐的。他说的福是给我们一个永恒有盼望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经历神的救赎，然后经历圣灵的更新以后，我们必然可以享有这一切呢。所以愿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这八福牧师就用我自己领受的把它解释出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哦。虚心就是灵里感到贫穷的，你灵里有没有渴慕更多真理，更认识真理？有没有？更认识主耶稣？有没有？那个灵里的渴慕，更多的敬拜，更多的祷告，这是灵里渴慕的。主说天国必得天国的福分呢。好啊，你如果是一个很知道认罪悔改的人，那必得安慰。你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主说你可以承受土地哦。你渴慕真理，你必得可以饱足，并且灵敏的你必得怜悯。你守节清心的必可以见神。你关系健康的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呢。你坚守真理不受威吓的，他说天国是你们的。阿们。所以感谢主哦。那很特别的，
牧师有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第1幅跟第8幅都说天国是他们的，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字啊很特别哦，是现在式呢，是现在式哦。那现在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心里贫穷的，心里渴慕真理的，现在天国现在就是他们的，那好不好？很特别哦。所以第1跟第8幅我就给他解释说，邻里渴望真理和坚持真理的人，现在就活在天国里面。阿们。是现在哦。然后第2幅到第7幅啊，它都是未来式，是有盼望的未来。不管怎么样，我们在8幅里面我们就看见，如果你渴慕真理，你现在就活在天国里面了。而天国一切的福分为你所预备的，你在2句话的逗点当中很快的会经历后面那一句话。阿们。哇，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的。马太福音6章33节。对的，这就是耶稣所给我们最棒的一个诠释。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明白，当我们持守真理的时候，什么都不缺。阿们。你自己来宣告，我持守真理，什么都不缺。再一次来，我持守真理，什么都不缺。阿们的，感谢主哦。英国经济学人他们有一个对世界各国民主指数的一个研究跟评分他们的满分是10分，很特别。而他们用来5个面向来评分哦。第一个就是选举的过程跟选举当中的多元性，这些候选人的多元性然后政府的运作啦，人民的政治参与力啦，以及政治的文化以及公民的自由怎么样，他们会成为他们评分的一个标准而这其中他们有把它评分以后就分4类的不同的国家的情况一个是完全民主的，一个是部分民主，然后混合政权或者是威权政权那你想，如果用这样评论的话，全世界他们评论大概有168个国家地区，你觉得台湾会在哪一个在哪一个等次里面？我们来看这是今年2月27号公布的去年民主指数全国167个国家地区所评分出来的台湾是8.78分，排名是全世界的第12名，居亚洲之冠。我们是完全的民主。阿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真的是太棒了那我告诉各位，其实我们去年比今年的分数更高，排次也往前前年更高。那你就知道说我们这几年好像有落后一点点，知道原因因为我们有比较乱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们可以思考的OK， 那你就好奇了，中国呢到底得分多少？他们得分是 2.11， 那全球他们是排名第145名是属于这个威权政权之下的国家。那你就会想说全世界到底怎么样分布呢？我告诉各位，你看了数字，你会更觉得我们真的是被神所祝福的一个岛屿全球只有 6.6% 的人口生活在完全民主的国家体制之下。全球60亿的人口，对不对？全球只有 6.6% 的比例是生活在完全民主。那全球5个人就有2个人是很极端的，就是活在威权的政权之下。哇！所以你看到这样的数字，你会觉得台湾幸福吗？我们说台湾真的很幸福，对不对？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活在这里，真的是神的祝福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祷告的时候，就跟着主耶稣所祷告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对我们成为守护台湾的我们自由民主的这一些基督徒，我们更应该为我们的乡土百姓，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让我们真的走在神所喜悦的道上，让我们的台湾，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这一群人被神所保守，被神所祝福，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愿台湾成为上帝国，阿们。我们传福音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街头布道幸福小组都是要往这个目标而行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愿台湾成为上帝国，阿们。愿台湾成为上帝国。 OK， 今天我们的金句是这样，我们一起来读，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3节，再一次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章3节。如果你要宣读的话，你会怎么宣读呢？如果牧师，我会宣读：我宣告我是虚心的人，我宣告我有福了，我宣告因为天国是我的，你要吗？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宣告我是虚心的人，我宣告我有福了，我宣告我是天国是我的，阿们。这是我们每天这个导读的时候第3步骤，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宣告确认这是神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8福，耶稣所说的8福是对教会所发出的，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领受这8福。这8福是主耶稣已经成全在教会，在他的肢体里面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牧师要我们一定要持守敬拜，一定要好好把神的话语牢记在心里？为什么要活出基督的大能大力的生活来？是因为基督为我们已经预备了这天国，在你的生命，在你的家，在教会，在这个社会当中，需要你活出来，需要你活出来。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要用一个比喻，很特别的比喻。耶稣说的8福，不是拿一个鞭子叫你说，来，你要按着这样做不是像旧约旧约是比较严谨的，是拿一个鞭子，错了就要打，对不对？错了就打。但是新约，耶稣谈到8福不是，耶稣是说，你们是我的身体，你们这身体是按着我的本质活出来的。而基督的本质是什么？彰显出来，因为他告诉我们，你知道吗？就像这一瓶是香水，对不对？我很喜欢这香水，因为这是我孩子去澳洲的时候第1年买回来给我的。因为它上面有什么？皇冠。为什么是皇冠？我喜欢。因为是荣耀的冠冕我们的名字那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把这个香水洒在我的身上，我走过去，你们会不会闻到？会吗？有吗？有闻到吗？有闻到吗？有闻到吗？你戴口罩当然闻不到啊。但是耶稣不只是这样，耶稣告诉你们，来到教会的，这是他的身体，一定满有他的能力满有他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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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有没有闻到？满有他的能力，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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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需要吗？需要基督的能力吗？要。好，就洒。基督的能力看得到吗？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基督馨香之气闻得到吗？
你有看到香水洒在你的身上吗？有吗？一点点，对不对？现在看得到吗？那绝对看不到。但是你知道吗？等一下你走出去的时候，路旁的人会，哎呦啊，怎么都一样？哎，你们同一国的，对不对？你要说对，哪一国？耶稣国、上帝国，阿门，阿门。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来这里，主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身体教会，当我们同享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会被基督的能力所护庇的，圣灵的感染力会运筹帷幄在我们当中。当我们持守他的真理的时候，很自然的，不是用棍子打你，打到说你要顺服，不是，很自然的，你就同享这香气，你身体就会感染，你会以这香气为荣耀，而你走出去的时候，别人会对你刮目相看。这就是基督徒，阿们。这是基督徒，是活在基督里面的。我们称为在基督里，我们说来，在基督里，对。所以在基督里，为什么成为新造的人？因为你是在基督里被更新了，被主所翻转了。在你即便不愿意当中，但是你来到这里，你就会闻到这馨香之气，久久的你会怎么样？被怎么样同化了，对不对？被感染了，而这一切都是祝福哦。你现在还闻到香味吗？还是有，对不对？好，渐渐的你会习惯这个香气。如果你没有的话，会觉得哎，那个香气跑到哪里去了？回到教会吧，阿们。所以愿神给我们有这样清楚的看见，好吧？我们起立，我们要来敬拜他。愿神的大能大力护庇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跟主说，你说清醒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让我单单寻求你，我主，以单纯的心相信应许。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们要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荣耀，哦，荣耀，尊贵全能，赞美我主。
耀，哈利路亚，荣耀，哦，荣耀，神归全能，赞美我主。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这时候我们要祷告，牧师要为特别你有需要的，你需要主耶稣基督帮助你的，好不好？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窝上，你跟主说：主啊，我既然到你的跟前，我要把我所重担的要交托给你。主，让我能够看见你荣耀的彰显，看见你圣灵已经引导我到天父的花园，让我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因为你同在必带来权柄能力，你同在必带来医治安慰，补满一切的不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这时候给你加添信心。牧师，我要请潘牧师也上来，我们要举手为你们来祷告，我们要举手为你们来祷告，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宣告，今天早上神要做完全医治的工作，你要凭信心求，就必得着。不是为你祷告，但是医治在耶稣基督。阿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开口，我们先开口来祷告，说主啊主啊，三声我们开口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既然来到你的国度里面，主，我们知道你掌权在这里，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宣告，那恶者要离开我们，恶者离开，那病痛离开，让我们能够经历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全能的上帝。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凭信心说，我已经全然得着医治了。那医治的灵就在我身上彰显。谢谢你，那安慰的灵进来，那忧愁离开，那烦恼都离开我们，让我们单单相信主，你掌权，一切我们就靠你了。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为将手放在他心胸上或举手的来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主，我们单单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并且差了圣灵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就明白你看见了我们的需要。主啊，在今天之前，不论我们过去我们的家族如何，我们的背景如何，主啊，也许我们家里面有遗传的疾病，也许有不好的习惯的遗传。然而主啊，在这个时刻，因着神，你透过你的话语，你十字架的能力就进入到我们当中。因此主，我们勇敢的宣告说，主啊，在这个时刻，我生命我要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要医治我身上的疾病。主啊，你要医治我跟家人的关系。主，并且你要恢复我跟人的关系，跟同事的关系，跟主管的关系。主啊，我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当我们靠信心在你面前祷告的，主啊，你说你的话语绝不突然的返回，因为主，你要叫那信靠你的人来得救、得医治、得力量、得帮助。阿们，阿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我曾经历你医治赦免，带我进入你施恩座前，与你漫步在天父花园。我已看见你荣耀彰显，
的儿女喜乐的要进入你天父的花园。阿们。谢谢你为我们敞开这一道门，谢谢你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阿们。你的医治，你的祝福不断要流露下来。好的，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阿们。们。弟兄姐妹，请坐。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今天是圣礼点，兄姐们可利用周报内的感恩奉献袋来为圣餐奉献。开始奉献。施恩卓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起立。遇到主，施恩卓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现在要请潘牧师事工分享。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领受他的恩典。那这个时刻呢，我们要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本周的消息。好，这个是我们本周的导读的经文呢，我们持续来抄写，让我们每一天都有神的玛纳进入。好。在上个礼拜呢，我们总共有28位呢参加烈火特会，感谢主，透过这样的特会，让我们在一次的生命里面来被眺望。我们牧师呢也鼓励我们的同工呢，也多多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特会。明年还有，那我们现在呢还有7个名额哈，明年，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来跟我们的会宴干事来报名。好，接着。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圣餐还有受洗，神要祝福在国荣以及严杰他们的家庭当中，感谢主。好，再来，我们在5月11号呢，我们特别办了一个母亲节的庆典，尊荣母亲。所以呢，在5月11号呢，我们的礼拜呢就不在这里，我们要在宴会厅，在状元楼。那这次是特别为了让我们的家庭透过这样的一个团聚的一个聚餐，然后邀请我们的妈妈，邀请我们的家人。那牧师呢，在教会里面，我们鼓舞我们常常要孝敬我们的爸爸妈妈，因为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因此，基督徒首先要做的就是尊荣你的父母亲。那透过这个母亲节呢，邀请我们的家人，也许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 base 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
那这一天呢，也有我们的母亲节的庆典，还有我们的儿童他们的一个舞蹈的展演，所以呢，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目前有报名大概376位啊，那我们期待能够达到500位，所以呢，报名到4月20号，我们来把握这个时间，邀请我们的 Best 来参加。好，接着我们的撼动星球呢，我们现在也在报名当中，我们也持续为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领袖营来祷告。那我们的早鸟价呢，我是在4月27号。邀请我们的儿女们，今天他没有来参加我们的青少年牧区，我们的邻居你所认识的让这些青少年他可以来到教会。来到教会有什么样的好处？让他们能够看见生命的价值，也看见他们的影响力，以及他们能够认识这一位神，归在耶稣基督里，让他们的生命来得着盼望，来影响这个世上的。好，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把握这个时间来报名。好，接着。好，那我们幸福小组呢已经开跑我们有6636的 RPG 的行动以及提名。那我们现在总共我们认领的人数是1160位。我们这一些的人呢，我们每一天要为他们祷告，总共要为他们祷告36次。所以呢，当被提名的就被你祷告36次。这个人一定会有生命的改变，是，所以呢，像国荣他今天来受洗，严杰他来受洗，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都在这个名单里面。我们已经为他们祷告好几年，不认识他们的也为他们祷告，所以他们就被圣灵来感动，今天就来受洗。所以在我们的背后有许许多多那个看不见的手在托住我们，为我们祷告。阿们吗？是，所以今天看到国荣的受洗，严杰的受洗，都是我们 RPG 得来的。阿们，感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并且神都在回应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见证。阿们，所以我们持续不要放弃的，我们要有耐心的为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来祷告。阿们。好，再来，那我们呢要为进入到校园，为永和国中的9年级的学生，他们呢即将要会考，我们要来为他们做一个祷告。那我们知道，在现在呢，他们想要考好的学校，都会去庙里面拜什么？文昌君，是不是？是，他们想要文昌君的祝福。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耶稣才真正带来一个极大的智慧跟祝福。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把耶稣介绍给他们？他们没有听过耶稣，所以呢，我们要进入到校园去，来为他们，为200个学生，为他们祝福的祷告。因此呢，我们要招募祷告的志工，是，所以呢，培育学校毕业的都可以来报名，培育学校还没有毕业的，你愿意来学习服事的，这也是你一个很好的操练的合场。所以呢，来跟我们的会宴干事来报名。好，接着，好，那等一下我们要开小会跟长执会，接着。好，那中永和联祷会呢，4月17号在我们这里来召开。另外，接着，好，我们的牧区消息呢，在4月呢，从4月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原来的松联牧区呢有2个小组，那现在这2个小组是潮新小组跟宜林小组，我们要把他们呢他们要加入到我们的国宾牧区，因为呢我们的松联呢，因为年纪大概都80岁以上，所以他们没有人能够出来有体力来担任这个区长的职务，所以呢，那我们就先把他们加入到国宾的牧区。所以国宾牧区现在有几个小组？国宾牧区的铁三角挥挥手一下。国宾牧区，好 ，OK。所以呢，这2个小组就现在就是在我们的国宾牧区当中哈。好，那接下来，好，我们的央青的运动会啊，我们要来运动。好，是在4月19号我们呢有人数的限制，所以我们赶紧来报名。接着，好，牧区的消息，我们的儿童呢，复活节的时候要寻蛋，好，寻复活蛋所以呢，我们邀请朋友的儿女、小孩都可以来参加。好，那我们继续为这2位，就是我们的秀友姐还有丽青姐，为他们2个的健康，我们在 RPG 的时候总是来纪念他们。阿们。好，那接下来。
好，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今天特别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我们的名单。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名单。好，我们的施泽山博士、施泽山医师，还有他的夫人雅琳医师娘，还有我们的仙灵姐妹、仙灵姐。好，请这3位请起立一下。可以，好，他们挥挥手哈。他们是从美国来到我们当中，什么时候要回去？4月30号，牧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施医师。跟施医师认识是因为我们台湾神学院有办一个义卖的活动，募款的活动。那施医师他有捐了他许许多多他的很美的画作哈，所以而且是提供给义卖，让神学院能够有经费继续来运作哈。所以那一天很感动他也很热情，所以我就邀请他有机会可以来我们永光教会一起来礼拜哈。那他告诉我他的朋友对，先例对他从英国回来哈，所以今天他很早就来了，台语礼拜他就参加了哈，台语没问题哈，没问题哈，加贺哈，所以很感谢主，那主让我们的施医师我看他也很热情因为他是高雄医学院毕业的医生所以他回馈他的母校哈，所以也在那里画展，然后也要帮助他的母校在经费上也能够更大的有这样运作的机会，所以感谢主，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夫妇千里迢迢来对比过来期盼他们以后把我们这里当作他们属灵的家回到台湾就欢迎来到永光教会，我们再次热情的欢迎他们。感谢主。台湾神学院的校长跟我说施博士呢，他一听到台湾神学院有在这个经济的运作上的需要，所以就奉献了他的画几幅3000幅。那我们的施医师呢他呢在美国芝加哥，是不是在芝加哥居住在那里已经有60年了。前30年他是在当医师的工作，还有教授。那后30年呢，他开始画画，所以他的画都非常美，并且他的画是非常昂贵的，一幅画都要1000万，是，所以呢，他的画是非常的有价值。然后他把他的画奉献出来，然后让神学院呢，他们可以透过义卖，能够让神的名所设立的学校能够继续的运作。所以他非常的爱台湾，也非常的爱这个学校。今天他来到我们永光教会，他也非常的爱我们永光教会。他呢先跟牧师认识，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他也愿意奉献。阿们，感谢主。3000幅那个是叫签名的限量的那个版画，现在在高雄一幅2万块钱，所以3000幅差不多6000万，我可以捐给你们教会，如果需要的话。阿们，我们谢谢施博士。感谢主哈，对。哇，是神的恩典，真是大大的透过他也分赐到我们当中。上帝也要赐福我们的施博士，然后呢，他月底他就准备要回到芝加哥去以后他回到台湾呢，我们也把他视为是我们永光的家人，还有仙灵姐是他们呢有机会回到台湾，我们都可以再见到他们。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然后也谢谢他们。好，我们还有其他的新朋友在这当中吗？我们介绍我们的牧师知如牧师，还有我们的晋谷牧师，他们是屏东佳东教会，从屏东来的，是从屏东来的，是在佳东长老教会。
那感谢主，他们呢今天呢也有机会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上帝也要祝福他们夫妻在服事上的神要加倍的恩典恩膏都在他们身上，阿们，阿们。我们其他还有新的人在这当中吗？你看一下你旁边的人，你认识他吗？你确定你认识他吗？你叫得出他的名字吗？OK， 好，感谢主。我们也再一次欢迎今天受洗的国荣跟妍杰，来，你们两个站起来。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欢迎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永光家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到小组，然后主日的礼拜都要成为你们的三餐。阿们，请坐。那这个时刻，我们所有的人都一起起立，我们要来唱彼此祝福的歌曲，彼此来祝福，带着你的活力，带着你的笑容来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天有盼望。来给对方一个大大的爱，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来，我们来给施博士，还有我们的新朋友，我们的施如牧师、静谷牧师，还有我们的仙灵姐、雅玲姐，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向左向右转。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给旁边的一个人大大的笑容。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请我们仍然站立，请周牧师来为我们祝祷。父神，愿你的国降临在地如在天上，也愿你的恩典福分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身上。圣灵啊，我祈求你天天启发我们，引导我们走在光明的道上，享受你一切丰沛的祝福，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道，他掌管明天，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他活着。阿门。耶！弟兄姐妹，我看到施博士在发他的话，还有吗？施博士，歌舞吧。OK， 这就是他，可不可以 take 一下？这是他画的一个其中之一哈，你看，这个是不是这是什么？天梯，天梯哦，天梯。好，来，我们施博士来解释一下，来，麦克风给你。美国请坐，请坐。请坐。9·11，你们知道美国发生什么事吗？9·11知道哈？9·11的时候我在台湾展览了，太太是住在芝加哥，打电话给我说美国发生大事，9·11，我到朋友家去看电视，吓了一跳，美国发生了很大的那个灾难，我就赶快回去了，我就
跪下来祈祷，求上帝给我能力画一张画，改变这个世界。阿门。改变谁？跟小孩对话，让小孩了解我们圣经，神爱我们这个世界，全部的小孩子能够来信主，然后长大之后变成好人、好大人，世界就没有911了。所以我祈祷之后，我笔拿起来，下笔成画，画一张500号的这一张作品，现在吊在我的美术馆，在芝加哥。这一张画，我一看啊，就是圣经的故事。全世界所有的大画家，欧洲的，没有人画过圣经整本的圣经画成一张画，因为很多过去的大画家500年、600年来在欧洲，他们所画的都是圣经里面的一部分故事。比如说达文西画一张《最后晚餐》，还有很多。你们到美术馆去看的话，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都是片面的故事。只有我画一张画，描写整本的圣经。怎么讲？这里面有太阳，有月亮，有地球。地球上有人仰望着中央，那个是天堂。天堂里面主要的人物，第一就是上帝，第二耶稣基督，第三就是 angel。那上帝派他的独生子来这个地球，你看他的脚就伸到这个地球来做什么？来拯救我们全世界。然后回去就被带着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2个左右都是罪犯，但是他们对话很有意思。一边是有忏悔，他就说好，你既然忏悔过，对，带他去天国。一个还是西阿你吹杯，在台湾的意思，不悔改，要让他下去。这个故事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描写我用2个梯子表现。一个梯子是走上天堂，一个梯子是在黑暗的地方走下去。小朋友看到这一张画，他们大部分都不会问我什么意思。等一下你问他，他会讲，他会选择他要走的路，走哪一条？天堂的路，那一条路，他们还会讨论这一条路比较细、比较长，左边的比较宽、比较短，什么意思？小朋友也知道意思，到天堂去比较困难了。但是我说我就加入这个 conversation， 说为什么比较困难你还要走？他说有什么选择？2个选择嘛。这现在去天堂了，困难也要走了，对不对？所以啊，这小朋友很了解这一张画，就是要做好孩子了。我请你们拿到的这一张明信片，请爸爸妈妈框起来，那种有框standard size， 把它框起来，放在他桌上。爸爸妈妈，你不要再啰嗦了，不要在小孩子面前，你要做好孩子啊，你要做什么啦？不必讲话，他小孩子看得懂，他每天都要勉励自己要上天堂。阿们，谢谢，感谢主，感谢主。哇，有拿到的举手一下，谁今天那么有福气有拿到？哇，好，我们期待下一次哦，下一次哈，哇，好，那我们今天礼拜到这边，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下个礼拜要见到你，下个礼拜要见到你。好，大家平安，上帝赐福我们。